RVA 历史设定那罗些个电视听不听过点嘛？爸妈一阵在不啊，就是的花花。女人呀，身体就怕不，是怕耶稣就说的，我都吐了嘛，白的一点嘛，俺喽。女人提下嘛，很人顿吃啥可，是怕很那个，那么是些图呀，马里图人去，骨子瓜比，只能只瓜吃，我生哦，我地里去了，别个干呀，一瓦家喽，不多木瓜，一瓦木干嘛，骨子提生呀，一瓦米的丝瓜，即是。咱女在第二个才试过，吃呀呀哪里哦？古早古马的，一万木干呢，阿克嘎吃喽，一万呀很过独立是，咱女在比，一妈妈妈里的木干呀，木大是耶稣的不都出喽，一万呀爸妈，古就傻比，说女嘛是咋比，木呀米多拉是，一的来说第个阿喽，我俩爱米法里的，马别个一次那么。一瓦的，为啥里面瓜比就嘎个呢？是你就怕不呢？女别提追瓜比，之前木瓜一家喽，阿们干嘛呢？为啥有多许多瓜比啊喽？是你就怕啥肉呢？是怕耶稣基督的拉生日，我都吐拉嘛啊喽？还是不懂爱边呢？我第一时去拉嘛不呢？一万呢，我都吐那么比拉干嘛啊喽？你是些土瓜比肉的嘛个拉嘛呢？我干嘛只才肉呢？是怕耶稣基督的。错嘎啦，是你就怕我的啥肉里比，是怕耶稣就说的花嘎啦，这切都加那嘛，是些头瓜比肉的白马格啦嘛，俺喽，我干嘛这切肉可能俺嘛人吃的说的，是怕耶稣就说的肉呢，连说嘎啦，肉都加那嘛，是些头瓜比肉的马格啦嘛，俺喽，我的啥肉呢，是怕耶稣就说的，俺们吃饭嘛，不是木呀的地嘎嘛里比，肉爱米肉那瓜抓嘛，啊可吃饭嘛，乌啥瓜比可能俺嘛人吃。Lesote, sebab Yesus Yesus biu tiga nama. Satu jile biar Yesus te segeflangu, nalo kuruglasu aja sote aku samua.